你有冇試過分離嘅痛楚呢？除非你一個人喺荒島度住，否則你一定試過。無論你響細個嗰陣時第一次離開屋企去返學，定係到你拍拖嗰陣時同男女朋友夜晚 say goodbye 各自歸家，抑或到你做咗父母，當你嘅小朋友長大之後要離開屋企去讀書，或者搬出去住，你一定試過離別嘅痛楚。嗰刻有咩感覺呢？係唔係好似個心唔知點咁樣少咗啲嘢咁樣，心神恍惚，神不守舍啦？但係如果冇離別嘅痛楚，又點會有相聚嘅喜悅呢？如果你掛住一個人，你又會點啊？依家個世界變得好細，加上科技嘅發達，即時就可以將照片、文字同影像傳送到去地球另一個角落。唔同以前淨係靠寫信，仲可能要等幾個禮拜先至送到去收件人嗰度。而家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好似拉近咗，但係事實上又係唔係呢？你有冇見過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聚舊，每人都各有各忙，掛住做低頭一族，好忙咁樣用手機，反而忽略咗喺佢身邊嗰啲人呢？人同人之間其實傾少咗偈，用文字短信多咗呢？有調查顯示，人同人嘅溝通只有7% 係文字，38% 係聲線、語氣同埋語調，而55% 就係身體語言。亦即係話，如果我哋淨係用短信，我哋間接就收起咗90%以上嘅表達方式，跟信息接收者好似起咗埲牆一樣。點解唔索性放下手機，專注身邊嘅人呢？今日就試下唔好用短信，返回基本步，打電話約朋友出嚟見面。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。要活出正能量。